敬的跨越鸿沟的领导者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今仔日的礼拜日，同一样敬拜你的心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有一个新鲜的祈祷。亲像属灵的罗伯摩西，伊为着伊的兄弟姊妹要向前进入一个新的时代，伊甲上帝讨主你所想事的罗伯，通继续带领伊的兄弟姊妹。拄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嘛有共一样的心，愿伫你的面前，将这个礼拜当作一个神圣的祈祷，恳求天父上帝听阮的恳求。愿伫你的面前，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伫你的圣手，求主你对阮讲话，帮助阮今仔日的选举。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首先要感谢美秀敬今仔日圣歌对这条很诗的诗歌。选得很美哦，互我想到，伫过去甲咱教会做成长的过程，捌拄着青年因咧交往，咧选婚姻的对象。其中有一对的青年，因咧交往的过程顶悬，伊问我讲：牧师我要选什么种的婚姻，什么种的人做阮婚姻的谈判？其中有一个青年甲我讲：我只要选迄个爱耶稣的人。我相信伊一定爱到我的家庭。我婚姻的对象就是要经一个伊敬畏耶稣的人，伊爱耶稣的人。因为一个青年，一个对象，伊哪会当爱耶稣？我相信伊一定会当爱我。今仔日诗歌嘛，共一种的意思。咱今仔日面对一个选举，恁会问讲，牧师，我要选什么人？好好手册名单拍开。牧师，你敢会当甲阮帮衬，甲我讲什么人？牧师依然照我家己的观念，我无应该甲恁讲恁选什么人。但是牧师要甲恁讲，恁选迄个爱耶稣的人，一个会晓爱耶稣的人，伊就会爱教会；一个会晓爱教会的人，伊就知行动，知影安怎做上帝的路步。今仔日的圣经对咱来讲真重要，因为这两段圣经拢讲到选举。一个是3300年前，摩西伊带伊的同胞兄弟姊妹来到约旦河前，徛伫尼泊山迄个山头，就是马上因这个民族就要进入到应允的所在。但是摩西伊只会当行到遐，但一个牧师才甲咱讲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记载讲，伊的时间到啊。迄个选举，伊甲上帝讨，就是今仔日的圣经民数记27章15节开始到今仔日的圣经到20节，伊甲上帝讨一个会通代替伊，带伊的兄弟姊妹进入迄个应允的所在。圣经讲，上帝就拣一个人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一个理由。你若对真正读这段话，伊讲上帝，你去拣伦的囝约书亚，唯一一个理由讲，因为伊有圣神的充满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兄弟姊妹，咱选出将来当帮助教会，会当做上帝好尽忠的工人。我要甲恁说多谢。伫遮尔久长的中间，我会当做恁的牧师，我有真大的自由，嘛有真大的放心。因为兄弟姊妹对牧师的信任，中是对牧师的陪伴甲支持。咱的教会是一间真三天的教会。第二，我要甲恁讲，恁任何一位，拢有适度，通做上帝的中心，教会的路步。恁每一个人拢有。这种的能力，嘛有这种的资格，但是照着咱的教会，咱是做伙用祈祷选出上帝要爱，将伊的工交伫伊的肩胛头的人。愿今仔日的圣经会当帮助咱，什么种的人会当亲像约书亚，
咱来看约书亚的性格，甲约书亚的一生，你就会当明白为什么上帝拣约书亚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因为咱的教会个八年，咱的教会就要庆祝100周年的庆典。所以，对咱的教会来讲嘛，亲像以色列人，伊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所以，上帝和摩西用40年的时间来准备一个领导者。这个约书亚的角色，就代表咱教会的小会员。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小会，就是咱的长老的所成的小会。这阵长老，包括牧师嘛是长老，要做伙来带领后一个时代进入上帝要予咱的教会100周年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。迄个时阵有人咱中间年纪高离开啊，但是有少年的一代要亲像约书亚。因伫上帝应允的中间来向前行，没有遗憾，兄弟姊妹。咱行到什么种的阶段，拢无遗憾。牧师嘛无感觉有遗憾，我有限制退休的阶段无。就算这我退休，只要我要我的，恁还阁伫我的心内。我相信，我甲陈牧师嘛还阁伫恁的心内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做伙用心中的心，咱甲上帝祷告。主要赏赐一个中级一阵中级，这阵中级要亲像约书亚来陪伴这堂教会脱胎换骨，互这间教会脱胎换骨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有信，咱嘛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但是永远无够格，爱终身学习，好不？互这间教会是好，搁再好，进步搁再进步，愈来愈亲像主耶稣基督。咱要未够完全，咱永远有进步的空间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祝福的开始。亲像摩西伫尼泊山的顶悬，伊伫上帝面前祈祷。其实摩西有几摆伫山头祈祷。第一摆伫西奈山祈祷的是单独，但是第二摆伊伫西奈山祈祷的时，伊就带一个人，迄个少年人叫做约书亚。约书亚陪摩西伫西奈山顶悬40天，拍败伫涂骹祈祷。上帝伫40天的中间讲伊的话，互摩西听，用伊的镜头伫石头的顶悬写10句话，后来就真多。咱教会所咧读的10条诫。约书亚真有福气，因为伫所有以色列人的中间，只有独独约书亚，甲遐还未出世的囡仔，因后来才有进入迦南地。约书亚迄个时阵，我想大概是20岁左右，是一个有能力通战争的年纪，但是还阁无像少年毋捌代志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上帝互约书亚对着摩西上西奈山头顶悬，伊看到摩西祈祷的背影，伊伫40年的中间对摩西学到真侪信仰的功课。兄弟姊妹，咱拢伫即间教会大汉，咱拢伫即间教会出席，但是咱敢有伫即间教会内底学到真正信仰的话命甲真理？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将今仔日的话解说互我听，求圣神对我讲话。约书亚何德何能，伊会当对摩西伫西奈山顶听上帝所讲10句话，不但听到上帝的话甲讲道，最重要，上帝互伊免去拜金牛的迄个错误。伫山骹对摩西的哥哥阿伦、米利暗，因一群人伫等未赴的时阵，犹太人伫遐大声受气伫遐埋怨，所以连阿伦嘛挡袂牢，就甲因讲：你将恁的金拢赶出来，我替恁拍一只金牛，咱来做礼拜。独独约书亚是整个出埃及的迄群人中间，少年辈中间唯一
无跪拜金牛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所敬的人，就是伊不妥协，永远忠实伫上帝，无跪拜巴力，无跪拜金牛。这种的人，甲堪得伫上帝的圣光顶悬，做上帝的采用。如果你若真正读出来记民数记、申命记，你就知影讲为什么约书亚受上帝的拣选。愿今仔日牧师甲咱做伙分享的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有受选无受选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愿意用约书亚做我生命的模范。我什么拢毋捌的时阵，想诉我一个信仰的老爸，亲像摩西。我会当看伊的祈祷，我会当听伊的祈祷，我会看到伊甲你咧交陪过程迄种的亲密。圣经的记载讲，约书亚看到上帝甲摩西讲话的时阵，遐尼亲密的关系，亲像好朋友。迄种的印象，约书亚一世人羡慕。伊讲上帝，我嘛要亲像摩西共款，甲你有这种亲密的关系。兄弟姊妹，阮今仔日个礼拜，毋是干那帮助恁伫选举的顶悬做帮助，阮所有恁的囡仔拢真侪上帝所祝福，要行新的时代的约书亚。求天父上帝亲自保守恁的囡仔，免去伫这个世间的骄傲引诱中间跪拜这个世俗的王。黑暗的王，黑暗的关系。愿天父上帝，咱在座教会青年，就亲像约书亚，一辈子单单爱主耶稣。一个当爱耶稣的人，伊就知影怎样过伊的生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圣经安尼开始，伊讲摩西祈祷对上帝讲：愿你伫正人的中间设立一个人。愿你伫正人的中间设立一个小会，愿你伫德登教会设立一个中执会，愿你伫阮中间经一个人来做你管理教会的一群人，因为免得互德登教会亲像无牧者一样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毋免惊无牧师，嘛毋免惊无长老执事，多只有惊咱心中无敬畏上帝的心。这阵的中集，要当曾牧师甲陈牧师离开恁的时，因陪伴恁，超做将来要伫这间教会中间继续做恁的牧师的人。所以呢，责任真重。因需要明白教会需要什么种的牧者，因需要明白上帝的圣经甲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今仔选举真重要。耶和华甲摩西讲：你甲伦的囝约书亚带来，因为伊已经领受圣神。你将伊带来，该换手祈祷，将我所予你的圣神的荣耀，你分担保予伊。上帝所敬的人，上帝亲像换手，上帝设立通过教会的规矩。圣经讲，互伊徛伫正人的面前誓约，我要将我所予你的荣光，嘛互伊几分。到底几分？圣经并无讲清楚，所以并毋是咧讲去长老比牧师较低一截。无，长老教会的制度的中间，长老就是长老，牧师嘛是长老。恁点听清楚？咱的教会是用社会治理的意思。对500年前加利文，你就知影讲，牧师一个人孤单无帮助毋好，伊需要有一群人会当照信仰的规矩来陪伴伊，才袂做错误的决定。大家参详，才会当避免迄种人的盲点。所以教会长老教会，伊最大制度就是由这长老来管理教会。牧师是什么种的长老？牧师是一个教育的长老，意思牧师就是咧讲解上帝的话，就亲像对山顶摕上帝10条界落山的摩西，上帝讲：你用我甲你讲的话来教训因、教示因，互因成做我的子子，甲我的百姓。所以牧师嘛是一个长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
尊重教会上帝所拣选的。咱的教会注重圣神来帮助咱。1994年4月24日，是咱的教会第2个生日。咱的教会第1个生日是1932年，有3个家族因过去伫原岛教会做礼拜，后来因感觉德长乡需要有一间教会，所以这个3个家族就共同做伙开拓德长教会。伫1932年，伫咱的街仔租一间厝，伫迄个所在开始布道所。后来咱就真多，山来到这个所在，伫1953年起这间礼拜堂，真多德长教会正式的堂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伫1994年，伫咱软正的时，伊的圣神裂天而降。真正圣神无家己来到伫咱的中间，因为伊听到咱需要的祈祷，所以圣神互这间教会经历着圣神的作为。所以1994年4月24号是咱的教会第2个生日。我要提醒兄弟姊妹，爱存敬畏的心，互圣神掌管这间教会，好不好？咱的教会唔通袂记得。伫1994年4月24日的假的礼拜日，牧师用神掌权的教会做礼拜主日的题目。这句话关于甲咱三角地带，到永永远远，不是牧师掌管，不是长老掌管，是神掌权。兄弟姊妹，请恁把这句话记咧。教会永远是上帝的。是上帝开这个门，互咱享受伊的家庭、伊的活命、甲伊的福音、甲伊的稳定。愿天父上帝这间教会有规矩，和这间教会有信仰。所以咱要对今仔日的圣经来看，约书亚伊留什么种的模范互咱？然后咱要对使徒行传第6章初代教会伫2000年前第一批所选出来的终极到底是什么？牧师先讲结论。受选者对长老的人，第一，伊心中爱有敬畏上帝的心。亲爱拄则牧师，感谢美秀经这条诗歌做圣歌对今仔日的赞美的歌。一个爱耶稣的人，他就会爱教会。就亲像牧师甲恁分享，迄个要结婚之前咧敲找生命伙伴的青年人，伊会记得。伊讲牧师，我只要若找到一个会晓爱上帝的人，我婚姻会美满，因为伊若爱上帝，伊就会爱我。这你同意吗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毋是干那做基督徒；愿上帝祝福咱，毋是干那做德长教会会友；愿上帝祝福咱大做，是享受上帝伫你的人生掌权，伊用伊的疼。互你的生命温暖，互你的生命幸福，也互这间教会是一个听的记号的教会。第二，终极需要什么？终极需要有好的品格，就是亲像耶稣基督迄种的品格，甲耶稣基督的旁边，像耶稣的人。我唔免解释，你回想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到耶稣是什么种的形？在咱中间。但当然没有人100%像耶稣，包括牧师嘛同款。我们不配，咱嘛不完全。咱若要拣完全的人，咱今仔日定流会，因为咱可能就选袂出来。但兄弟姊妹，选爱上帝的人，选伊愿意为着耶稣过正直的生活的人，今仔圣经讲伊有好的品格。第三。伊的生活无可指责，意思就是伊遵照上帝的话来过生活。伫咱交谈、伫咱聚餐、伫咱家庭的小组、伫恁聊天的过程中间，你当注意，迄个讲话中间若有真正和圣经的话语加做交谈的言语，毋是543八卦。是真正伫恁交谈的中间，没有失态，生活正定，迄种的人，
对教会有帮助。第四，最后，一种的人有智慧，什么种的人有智慧？圣神充满的人有智慧。什么人会当圣神充满？敬畏人的心，敬畏上帝的人，圣神自然就踮伫伊的内底。圣经讲，敬畏上帝的人，有上帝的灵就踮伫伊的内底。人若熟悉发起，我的神就无搁再踮伫伊的内底。当上帝的灵若踮伫伊的内底，这种的人，牧师讲足一摆，以赛亚11章第2节，伊讲伊就要有智慧的灵，伊就要有财物的灵，聪明的灵，伊要有策略的灵，伊要有能力的灵，伊要有知识的灵，伊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所以，弟兄们，咱的教会是一间信无圣神掌管的教会。愿所有兄弟姊妹，你甲上帝祷告，上帝伊有的，我嘛要有。上帝，你有牧师的祝福，圣神的充满，我嘛要有。牧师也曾经疑惑过，我敢有圣神？上帝甲我讲，当你捌为着你的将来，甲我祈祷的时，我的圣灵就没有离开过你。因为你捌甲我祈祷讲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若敬畏上帝，上帝圣神自然就甲你三甲伫地。爱信无？今仔日若有受选或者牧师要甲恁鼓励，如果恁若受上帝拣选，恁就伫上帝面前讲：主啊，我未堪得，但是我愿意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愿意的心，靠伫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为主做工的人有福气，恁同意吗？是上帝看会起咱，伊才要甲咱叫来到三工来做我的工。上帝毋是一个软弱的上帝，需要人到三工，毋是。上帝拣伊的人，伊的奴仆，伊的囝儿查某囝。来斗三工的意思，就亲像约书亚。上帝予约书亚伫摩西的背影的背后看去，摩西怎样用伊的拐来领导以色列人出曠野、出埃及，伫旷野生活。这个人路在气质100分，因离开埃及中间欢欢喜喜，毋免搁再做奴隶。但是无好3工5工开始就埋怨了。食也无水通啉，外面也无水通，也无肉通食，逐日食这个啥物碗糕啊、玛纳，这种物件无好食。阮伫埃及虽然做奴隶，但是还阁有肉通食。上帝生气，互摩西讲：你甲因讲，我要互恁连续食肉，食1个月，食甲肉的油迄个味对你的鼻孔喷出来，恁以后闻到肉的味，恁就感觉食甲满足。约书亚知影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，毋是摩西，因为上帝互迄个记候鸟啊，这是今仔日的解说啦。圣经并无讲上帝候鸟吼，对迄个地中海安尼规定的烟吞，就飞入来旷野，休伫迄个所在休几个月，以色列人真正食烟吞食几个月，照着圣经记载讲，食到落尾迄个油的味啊，亲像对鼻孔安尼流出来，呛鼻嘛好种迄个烟吞油的迄个味，食甲会咬。我捌听过一个古早一个长辈讲，囡仔细汉较早台湾足散，无机会通吃苹果，都爱破病的时才有买1-2粒苹果互囡仔食。有一日一个老爸为着要教囝，伊专工买规箱的苹果，互伊食甲毋是鼻孔出油啦。互伊知讲，世间食的满足较简单，有一种满足是无容易，就是生命心灵满足的喜乐是无简单，食苹果较简单。但是人的生命平安喜乐，毋是简单的代志。所以听的弟兄们看，咱兄弟姊妹伫这间教会，无论有代志无代志，咱拢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愿意
伫即间教会中间，我要扣啊做，我要找代志做，毋免人甲我叫。我感觉即间教会需要什么种的工作，我就欢喜做，因为即间教会是上帝你的，嘛是我的家庭。那这你敢愿意？愿咱做伙来去做一间即种的教会，伊是有上帝的圣性充满，有受圣性。第二，有好的品格、好名声。第三，因为圣性都带互伊，伊伫做任何的代志，拢有准则、有智慧、有成熟的品格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点。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摩西时间到，伊咧准备将来要代替伊手握上帝的管的一个领导者。其实摩西心中普普知影，但是伊犹原伫上帝面前讲：上帝是你敬，毋是我敬。我若是摩西，我嘛会敬约书亚，对吧？伊陪我伫西奈山顶40天伫遐祈祷。这个人伊啥物时阵叫做约书亚？约书亚原本的名叫做何西阿，伊的名原本叫做何西阿。伊老爸甲号做何西阿意思。何西阿这个名伫旧约的圣经内底有一本先知书，嘛是叫做何西阿书。伊的意思就是救恩啦。但是当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约旦河墘的时阵，因伫12个支派找12个代表去看迄个将来因要搬过迄个约旦河迦南地到底生做圆啊扁。所以伫经12个这个人中间，其中一个人就是约书亚、何西阿。所以当何西阿受选成做因迄族的代表的时候，摩西甲伊改名叫做约书亚。约书亚的音伫旧约的希伯来语，到伫新约圣经希腊语，约书亚翻译过的音拄拄就是耶稣。约书亚亲像耶稣，伊要将以色列人过新的时代，做新的人，做新的事。伊的意思就是变名词变动词。何西阿就是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救恩，伊是一个名。但是约书亚伊是一个动词，伊的意思就是上帝拯救是一个动作。伊要成做上帝的行动，伊要成做上帝的使徒，伊要照上帝的工作去做。咱的心若是停留着一个观念，无够。所以摩西讲，你是一个名词，是一个观念，但是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互你这个观念变做能力甲行动。所以上帝通过摩西甲约书亚祝福，对改名开始。你知影12个人入去到迦南地，恁会记得？倒来了，因有啥物意见？恁会记吗？12个人中间10个人投反对票，只有2个人讲：咱马上来去，因为迄个所在真就照上帝的应允，是老年甲密。迄10个人拍车的人讲毋通去啦，咱像草蜢入去吼，稳死的。因为遐个人拢高强大汉，体格好，咱即阵人入去稳死的。2个人约书亚甲迦勒，这2个人伊讲上帝所应允的，上帝要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伫这个所在凸显出来做教会的领导者迄种对上帝的信心甲仰望。也说摩西徛伫尼泊山上，这是3300年前的代志。尼泊山就是这个红色这个字啊，这个红色啊，这个用红色标题啊，这个顶悬落来，这个所在一条河，约旦河对北边一直流落来到下骹，叫做死海。因爱对这个尼泊山行过去，尼泊山一个行过就是耶路哥城，耶路哥城那个较向前去，就是耶路撒冷。兄弟姊妹，摩西伫这个所在，伊伫遐静静回想，伊回想着40年来，伊讲我是什么人，我亲像做面梦。当时我较有迄种勇气，敢入去埃及
甲法老王呛声，我是一个通缉犯，我入去埃及就等于去自取死路。但是上帝叫我去，竟然叫我从我兄弟姊妹对埃及给带出来。40年伫旷野中间，要有几十万的人伫沙漠地内底啉水到饥，迄何等的不简单！所以摩西伫迄个所在回忆，伊40年会经过，伊伫心中敢有遗憾？伊讲为什么上帝无爱互我进迦南地？教会是有规矩对起头。圣经一句话讲：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。教会是有规矩的。起头摩西，上帝甲伊讲：这群人无水通啉，摇把叉。你去甲因讲，你对石头讲话，你徛伫石头的石盘顶悬沙漠的石盘石头，你甲讲。芝麻开门来，圣经不是讲芝麻开门来啦，意思是讲你对迄个石头甲伊讲，水泉出来，水就要对迄个水盘流出来。摩西实在忍不下这口气，所以摩西就生气个去到迄个石盘的时，伊就伸出伊的拐讲，亲像咧讲以色列人的头壳。恁这群人是安那落在气质安尼，上帝惊管了，恁竟然无敬畏上帝。伊连续讲2摆，恁会记得伊设10条街的石碑吗？伫山顶落来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。上帝讲你用讲话就好，有了讲，但是伊就偏偏人会受气，袂当成就上帝的义。管理上帝教会。爱有上帝的方法，这也是为什么伊无法度进入迦南地。第二，为什么以色列人戆戆踅伫沙漠踅40年？伊就明明来到约旦河，伊嘛知影约旦河行过就迦南地，因都唔敢行过，为什么？上帝无允准因行过。有一个理由，上帝爱这群伫迄个所在拜金牛的这群人。因死伫这个所在，因为拜金牛这群人，因无资格通领受上帝所应允新天新地。个第二个理由，上帝要互这间教会脱胎换骨。现在甲这句话听想一下，上帝爱得等教会脱胎换骨。将过去伫奴才伫埃及所养成的迄个原生家庭的影响，过去伫埃及所受到遐错误的想法，拜遐的偶像，拜遐的金牛，上帝要互这个以色列人伫这个所在放下所有过去的习惯，脱胎换骨。很巧合，我伫咱的教会36年。如果我来当今天退休，或许也接近40年。这不是出于勉强，这是感谢上帝奇妙安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敢有比40年前较进步？有，但是咱的教会爱脱胎换骨。唔通亲像老树头，用过去的观念来管理、来捆绑上帝的教会，就用上帝圣经的话，用上帝的温柔，用上帝的方法。对牧师到中级，拢爱学习，好吗？今仔牧师甲恁讲摩西的遗憾，但是牧师嘛甲恁讲约书亚的应允。而茫咱中间没有人有遗憾，上帝将伊的新天新地放伫这间教会。上帝甲摩西讲什么？今仔日我将这话写伫石牌顶悬，我所写的诫命，我所写的律法，你爱教你的兄弟姊妹来尽捌我的话。教会是一个讲起上帝话。
神圣的所在。基督徒的责任是静静听、恭敬听，照安尼来做。愿天父上帝用伊的话、甲圣神、甲耶稣的保护，这三项，愿上帝用伊的话、用伊的圣神，甲用耶稣基督的保护，来互咱脱胎换骨。愿主祝福咱向前行。上帝要互咱的教会，知影做一间脱胎换骨的教会，你愿意吗？咱共同伫这个所在做礼拜。我要邀请咱，无论你对什么种的家庭来，互牧师甲你提醒，放下原生家庭对你的伤害，放下原生家庭互你的，如果你的父母家己的观念甲圣经不一致，你免甲恁爸爸妈妈冤家。你要知上帝讲的，甲阿公讲的，上帝讲的，甲爸爸讲的，无同款。兄弟，听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间脱胎换骨的教会。主赏赐我一个极大的快乐，甲阳光的积分，互我知影怎样带查经，也互我真快乐带查经，也互我真快乐甲恁分享讲道。也这我无一句是讲我家己的观念，互恁听。我真正对心来仰望恁了解，上帝的话不能被扭曲。设置，便伫你行到上帝天堂的门口，门袂当开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这个礼拜。上帝互咱选出一个新的时代，亲像约书亚。约书亚有什么种的特质？牧师甲咱报告。约书亚第一，伊终身没有跪拜金牛。伊对头一日对西奈山落来，伊看到伊的长辈、伊的兄弟姊妹来拜迄个金牛。约书亚是上帝甲伊保守掉的，若无伊伫山口稳当，伊嘛拜落去啊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有一只金牛，就是人若赚大钱，这叫做成功的人。错过，上帝所予咱的毋是这，伊讲独独成就伊的国，甲伊的义。约书亚是一个真勇敢壮大的人，伊敢讲甲人无共款的意见，但是无冤家。伊讲上帝应允，上帝的确成就，紧紧来去，因为迦南地确实是上帝应允流年甲必的地。这个人为着摩西受气，因为当时摩西身边有70个长老，有2个长老无要听摩西，不以为道，所以当摩西就这70个长老来到会幕的时，有2个长老袂愿来，伫因家己的布棚。但是上帝讲话，68个长级长老拢是圣神的充满，因就讲方言，毋是讲方言，讲有言。后来有人来倒来讲，2个无来，迄2个长老伫伊的布棚，伫因的厝，嘛是讲有言。约书亚生气啊！他算什么东西呀？今仔日大家伫遮咧做礼拜，迄2个人袂愿来，伊有啥物资格讲方言、讲有言？摩西甲伊讲：你点点，稍安勿躁，毋免生气，因为迄是上帝圣神的工作。摩西介意尊敬神掌权的教会。牧师甲恁讲，圣经的记载有亲无？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伊会甲我带来到恁中间，伊嘛会伫恁中间，佮找新的人，继续做上帝将来要做的工。你愿意吗？咱同心祈祷。
求天父上帝保守这间教会。阮深深感谢你，阮会通来到你圣神充满的教会，是阮生命中间一个真大的福气。求天父上帝伫阮中间拣选你所要使用的人。主，我虽然含慢，嘛勇气不足。主啊，我毋敢担遐尼大的担，但是主，设施你若经我，主我毋敢提示。求天父上帝伫阮中间拣选敬畏你的人，听教会的人，愿意尊主最大过好的长期的生活的基督徒。所以伫阮中间兴起你的路卜，来帮助你家己的教会。阮将下面的礼拜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继续来带领这个会。阮安尼恳求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